啊，係啦，今日咧又係我小曼同大家睇天氣。哇，最近咧都好多風啊，我都好唔舒服。咁咧，但係咧佢唔係寒風喎，更加唔係日風，更加唔係涼風，好意思啊！講緊嘅係颱風啊！咁咧最近咧有股咧名為熱帶氣旋嘅熱帶氣旋咧襲擊喺香港區喎。哎呀，聽聞啊，佢咧仲會逼近灣仔區嘅聖公會鄧肇堅中學啊！哎呀，我到而家好驚添啊！咁不如咧，我哋咧一齊咧跳出嚟咗，我哋一齊去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啦！我跳！各位，我哋一齊睇下天氣圖。一股名為熱帶氣旋嘅熱帶氣旋將會以戲劇、詩歌敬拜、型英帥靚正嘅梁永善牧師嘅信息分享，正靚帥英型嘅周永恒先生以及佢太太趙仲如小姐嘅見證分享登陸本港，並會喺7月8號吹襲聖公會鄧肇堅中學。可見一股熱帶氣旋嘅威力強勁，我哋實在不容忽視。哇！熱帶氣旋咧，呢個風咧真係好犀利啊！我屋企唔穩添啊！我睇嚟鄧肇堅嗰邊嘅情況啊，會更加嚴重啊！等我過去採訪下先。今日就講到咁多啦，我要過去鄧肇堅嗰邊啦。咁各位7月8號晚赤道沉船2熱帶氣旋報道會再見啦！哇！